是安尼啦。对，安尼有准，安尼有准。无你无有啦，有够准的啦。就是这只的大形组啦。啊，那提补充之前，咱先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我是银河岛啊队。好，自我介绍你是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星汉。我是张之希。我是卢安哲。我是王友心。做对，我是位小朋友要来提补充啊。安尼哦。你是咧录手机啊？等你啦，你录什么手机啊啦？无，我跟你讲啦，阮是咧分析星座。我跟你讲哦，洪秀全找足侪种哦，而且拢足准的。伊顶头有讲哦，讲我是上介巧、上介缘投，而且上高带头的狮子座。我是一个爱冒险、爱自由的母羊座。我是上认真、上小可古摸，上负责的处女座。小朋友，恁敢有想要跟因做伙耍？好啊，来，你加出几种，加分析者，加分析者。安尼小朋友，恁大家好先甲我讲，你是啥物星座？你的星座是？我是天秤座。天秤座。天秤座。两个天我秤座。是双子座。双子座。我是狮子座。哇，狮子座赞100分，狮子座。脾气歹。狮子座，什么脾气歹？我跟你讲，安尼我先讲，天秤座吼，伊就是吼，小可安尼吼，足够选择困难呐。选择困难，就是大家拢选袂出来。对，拢选袂出来。双子座就是吼，较搞话，嘛做活泼不是搞话，是讲话。你是真正是哦。活泼啦，狮子座就是像咱尊点安尼自信。受到足侪人尊敬。脾气歹，这是呢。敢会脾气较歹？足够爆炸。阿爸。你安尼甲吐槽。还有啊，这吼好朋友啊，是像甲像啊，适合做好朋友。适合看什么星比座好？如讲吼，咱尊长就是狮子座，狮子要配什么？甲这个母羊座就是大喜，当做好妈子。无怪哦。不过吼，甲处女座我就无啥会合。讲起来敢若是哦，我甲大喜真正是捌字的。安尼你甲什么星座歹哈？我处女座我就甲这个金牛座啊、山羊座大金座。遮无。拢无啊！你无朋友啊？探两对嘛无。无啊。天无你秤啊，对调是啥物？我是羊啊，我甲你共款啊。母羊座哦。母羊座。安尼你无大问题啊？交无好朋友。大问题啊？安尼，对咧。我想听一个小朋友，你感觉伊拄则讲像较适合做朋友，你感觉敢有准？你敢有认同啊？星座的分析有准无？有无？无呢。无。无呢。即摆吼，这网络顶面有足侪这星座的分析，还有这心理测验，这上重要，这拢叫这吼巴纳姆效应。这效应的意思就是讲吼，你感觉这话敢若是咧讲你，毋过实际上伊讲的话足普遍的。亲像伊话讲吼，你若是想要完成一件代志，你要开足侪时间。若无就是讲吼，你足需要别人接受你、介意。毋过实际上这两句话听起来，敢若是咧讲你家己。毋过伊会当用伫咧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安尼咱就免搁做啥物心理测验啊，因为巴纳姆效应的关系嘛。对。安尼以后莫做啊，咱做别项啊。做有啥物？迄个 M 啥物的？MBTI。这袂使，这袂使。免啦，毋过你若是真正介意算，你嘛是会当继续算当这是参考。毋过你若是真正想要去熟识朋友甲人做朋友，上主要嘛是要甲人真正斗阵互相了解。你袂当因为这个分是对人有这先有这偏见。爱有相处就对对啦，队长你安尼讲真正无毋对，因为我嘛感觉我甲大下甲小静拢是好朋友啊。对啊。我感觉人甲人之间真正是爱透过有斗阵过相处，这才是上重要的啦。是，我感觉吼，咱嘛会当即马好啊相处，做伙咱摕一个包装，互相了解一下。哦，搁要来，是无？搁创一招，嘿啦，大家都创一招啦，好啦。真正逐工的。不要紧啦，我感觉今仔日这个，伊甲咱讲这个心理学的这个知识，我感觉咱有吸收到。有学到。好啦，教我一个啦，就互你来提补充啊。好。提出狮子座的欺骗，好，互你来提不要紧啦，看你敢提到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叫阮的名，尽管是新喜爱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
看阮叫到倒一个，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红呢。哦，来啊，来到这个关卡，你看，哇，因拢准备好啊，你看。对嘞，哎呦可惜袂要走起来啊，快点袂歹哦哎，每一个人拢有这种塞做起票。啊，毋过安怎？猪射一把，分手拍拍。勇敢真好，我改一句。好，即马头壳顶的字，恁拢知影啥物字无？来，大声甲念出来。我爱台语。赞呐！就爱台语干嘛这句就100分啊？ 100分啊！好，啊，安怎来摕到大片咧？拢总有15尾鱼啊。哦，啊，你若是4题，就有1块大片；8题就有2块大片。有了解吼？哦，来啊，照着恁的气势，一只甲看卖啊，恁通啊摕到几块大片？现在个，来出题啊！亲的要来啊！来哦！哎，哎呦，哎呦，来我。来，鹅叫，什么？鹅叫，你看我清楚，你看我清楚第一个字，你啊！迄敢是哦？迄你是哦吗？喵叫，喵好，对对对来跳边。好来，哦，跳，打一，哎呦，来，是不是哦？加，玫瑰，对呀，玫瑰。来，啊，大声！哎，我你去带你我，只要带头。我来家。喂鱼呀！咦，哎，bonus 来啊！什么就困难的哦？呆了，呆了，呆你是了。 bonus，怕死！好怕死，怕死怕死怕死！好，啊，我走起来走起来！啊我，来，龙雷，好嘞。老雷，好好。来，来，看头一啊！诶，甲你逐工你食的物件有关系。唔对啊，歹对，势。歹势。刚才发语哦，他都啊黑。啥物啊是对的啦。哎，你个犀利的。来，看头一啊！阿妈切，哦，对啊。哇！咦，你西湖，好，四，好，掉西湖，来，拜托，来，会的。再讲，喵头叫，喵头叫，对啦。有啊，队长。纯沙妹好。咦，哎，啊，多出来，罗棒一年机，奥，一年奥。罗棒机，哇，可以好，啊，来，卫生纸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，双杯几位啊？无啊，无鱼啊咯。还是啊，鸟气，鸟气，哎，鸟气，鸟触弄人讲。鸟气，鸟气，做两句解。鸟气。好，啊，咱来复习那个 bonus。 bonus 啊，淡薄可惜迄带落吼。来，安怎念？再会，再会啊，咱定咧讲的对无？再会。好来，后一个咱看卖啊，嘛是共款是带落伊。头仔讲小可发语的感觉。什么啊？伊有讲啊，伊知啊。啊，毋过第一个字，啊，丢啊对无？丢T 啊是啥？T 的发音是啥？的，丢啊就丢啊，D I U 嘛，丢啊。丢啊！啊，叔叔啊，就甲念出来。哎呀，哦哟，头先咱是在先汉讲着，先喊安怎念？喵头喵头叫。来，按做伙了一解。喵头叫，好，来看卖啊，一个拢总5分，通啊摕一块大片啊，来请先喊摕。你去听。来，摕着大鼻大声甲念出来。文班，好，啊，再 K D 啊。来家。好，第一关一块大片，算咱有收起来。后一关准备接招，现在讲。甲我做伙耍。一位探险队员负责耍图，见耍一步，下底就会出现一条题目，其他的队员回答了，才搁继续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这乱去斗图，恁敢耍会转来？希望恁愈舞愈花，准备甲宝藏讲拜拜。耍图讲出共分的字，有理解这个游戏安怎算无？有啊。
啊，无我先甲你考一个 ，UAT 是啥？哇，哇哎呦，哎呦，哇准哦，哇，无你是讲一个字听看卖。决定，哎呦，哎，袂使讲啊，啊，你当然这袂使讲讲，啊你决定袂使讲。好啦，别紧啦，啊就开始啦。安怎来摕到大片？若是刷到4块，就1块大片；若是8块拢对，就2块大片。情况好哦，时间的限制哦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点来噶，请稍等。来，哎呦，你甲我讲甲你斗相共，好来，我甲你斗相共。来，通，降温的通，弄掉，弄弄掉，来，阿一个，来，请稍等。先说好往上，嘿，来来，安一家，公平， ，ENN 公平，白掉，对，东北白，请。听哪算？丢，好，来，扣，降温的扣，落雨掉，来，继续，来哟，还有赶快是 UAT 快点，啊，快点，对，来，哎呦，真厉害呢，安那才准，先对，哎呀，好，记得阿姨来，是不是要掉啊？是咪要阿好啊？伯吧。阿贝，好来，好，ING 英，时间英要豪，英豪掉，哎，厉害，听哪算？你甲我讲甲你斗相共，我有过去。好来再来， A 什么？玻璃掉，哎呦，是不是要过关咯？哇，过，下边来加，强鼓励去，都有1分50秒，哇，继续开。太厉害咧，因拢唔免人提示，对，我甲因考验一下啦，因为因视力有够，对，英 ING 有游泳，泳，搁有咱食的菜有一种菜，硬菜，应菜啊，听到，咱过来看卖啊，通哦，红虾，红风声，声，对随风，讲话，讲话对，讲听讲人的讲，因拢免人提示，对哦，厉害，无来，靠，好，哦，背哦，背背哦哟水水哦伫遐，哎对背哦，不要提到，变一个人，你唔知啊？我袂使，当时较高水是吧？哦，这一点。啊，还有无？靠，好，靠，还是无吧？靠，头，哎对咧，一样记嘞，高对高，真高，太厉害了！你看，咱已经刷拢摕到大片啊，还有遮侪字通讲。真高，8分，2块大片，来，请两听。对啊哈，我现在就摕一个什么大片？背哦，对哦，妈祖鱼，妈祖鱼来搭起你。雄雄变温柔，可以关来加，即摆是3块大片，来到上尾关啊！继续拼看卖啊，到底通摕到几块？来，准备接招，点来噶！ Just do it！探险队来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桶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若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恁也是困懵困，卖迷茫啦。 Just do it！来哦，掌握就看恁是要通摕2块大片，还是无半块？通摕几块？先啊两，对， 2块哦。两对，好，安怎来摕大片？来听我讲，5分通摕1块大片，10分2块。第一个题目是药味菜，你敢有熬药？你敢敢？有哦。好，咱来请白大虾出题。 挑详细，讲一遍了。一种水果，青色的我无爱食，我拢食黄色的、红色的。啊，不过我吐出来是乌色的，是啥物水果？小想看卖你哦。想看嘛？啥物件配出来是乌的？啊你一定有看过啦，迄定定拢会看到。好啦，我就想讲，互你一个提示啊嘿嘿嘿，伊是一种花籽。啊，我互伊一个提示啊。
热天就好食，热人就好食，嘿，热人拢爱热人食。就好食。好，你好，袂使讲讲啊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西瓜，西瓜，对唔对？红麦，无，互你还是互你解释好啊。啊，就是安尼青色的哦，就是外口伊的皮袂当食嘛。对啊，内底伊的肉呢有黄色的、甲红色的，啊，吐出来黑色的就是伊的籽。安尼知影无？知哦。好啦好啦，来啦，选一空，看倒一空，分数较悬。诶，你看，这空哦，确定哦。好，Just do it。哦。啊，一分。好来来，一分，请来登记。来来来来，啊，一位继续。哎，你敢有兄弟姊妹？无。哈，我。看嘛。哇，这关系非常重要。安尼，咱就请洪小琴来出题。小朋友上细条，爸爸的哥哥叫阿飞，妈妈的弟弟叫阿杰，妈妈的妹妹叫阿姨。请问我头拄有讲唔对所在？妈妈妈妈的的弟弟弟弟，弟弟，叫阿杰阿杰是唔对的，你讲是唔对的，确定？快点，好，到底阿杰是唔对的，是对唔对？妈妈妈妈的的弟弟弟弟，弟弟，叫阿杰阿杰是唔对的，你讲是唔对的，确定？快点，好，到底阿杰是唔对的，是对唔对？哎呦，搞咧！来来来，洪小琴解释一下。答案吼，就是阿杰啦，因为吼妈妈的弟弟咱会叫阿姑，爸爸的弟弟咱才会叫阿杰，安尼知影无？知影。来哦，来算一空，一分的啦，一分的，一分的。一空，一空，真的。到底这空是几分的 ？Just do it！ 这两个。就两个来啦。佳佳，哦，吉娜这够劲啊！啊，哎呦，厉害哦！哦，安这紧张无？小可爱哦。好，对你来讲应该是简单啦。咱来听看卖啊。来，请出题。来，一张海报宽2公尺，一张色纸20公分。我想要将这个宽2公尺的海报甲搭起来，我需要有几张色纸？ 2.2，哈，嗯，妈，你较冷静的，豆豆在想这个。你上需要冷静的是你。几张？两2张。好， 2张。伊的答案是2张，对唔对？哇解释不是？来，请解释一下。来紧，答案就是爱需要10张的色纸，因为呢海报呢宽就是200公分，所以你要用10张的20公分，才会搭起来，知影无？知了解啊吼，好不要紧，有学起来上重要。来，后来后一一位，位，好，有心，即摆就靠你啊！你即摆若选到4分呢，恁就2块大片。OK，你台语袂歹，敢有机会摕到咧？来，请出题。好，咱常常咧讲哦，哦，你这个人哦，做到挂人的丢仔尾哦。请问哦，挂人丢仔尾这个意思是讲，伊做代志足溜俩、足厉害的，还是咧讲伊啥物拢唔做，拢就专门偷摕人的成果？饕餮人，好摕人诶，挂丢你想好啊哦？你想好啊？好，偷别人的成果，对唔对？对啊！哇，想要算来哦。不过算进前爱小听人解释。请人解释。好，答案就是吼，咱常常吼，拢讲这个人咧挂人的丢仔尾，就是讲吼，头前迄个人吼，抱田抱到足辛苦的，丢仔拢大汉啊，伊只吼去后壁吼，安尼吼共挂，甲丢仔拢挂起来，这个意思。安尼有了解吼？好，好啦，来算一空啊。看卖倒一空是4分哦， 4分，真重要哦。那你给好他分1空，
你讲，一胜不了紧，来看下是几分。好， Just do it！ 哇！我注意啊！这有要紧啊咧，厉害！你会使登去啊？好，阿星人你家们底下看，你要看你的笑诶。对啊，幸运。 5分、4分、1分，安尼就把2块大饼摕去啊。好啦，加起来就是10分，通摕2块大饼下摕。好来，继续去摕。来，手干嘛做有？你系好来打给你。哇！想袂到伫咧上尾4分， 4分安尼甲摕去，用5块大饼要来拼保障，到底敢摕到咧？金来卡。银河国小的囡仔兄囡仔姊，来准备摕保障啊！好啊，今摆会使放较轻松啊，莫这严肃啊。来，有5块大片，恁敢有想要耍位咧？有要耍无？就这样呢，唔免，就安尼哦。先按唱先甲欢喜，好，而且你背超过1空才有准算哦。机会，来，到底敢摕到保障咧？请背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！过来！哎，容易小兵来讲，恭喜啊！他摕到咱的公斤豆片。好，咱今日送的这豆片啊，是吼咱台湾的这个画图家画的哦，啊伊哦画的是这个素南川这个所在。对，你看这内底做这猫啊，足够水足够水呢。哎你平常时敢有咧豆片？敢有？有哦。有啊哎呦，好，真好。今仔日有摕到保障，啊，参悟落来，心情啥款？就是游戏真好耍，好耍啊！哎呀，多谢。啊，是你咧？足紧张的。紧张，你可紧张哦。这个真好啊。我感觉较避暑啊，话较讲话较细声，啊，毋过第一零零拢真好。啊，你的心情呢？安怎？足欢喜，哎呀，啊，有心理咧。足欢喜吧，但是足忝的。就是啊，就是讲台语就忝的，就我想再问一个忝的所在是倒位忝？叫头脑啊。因为爱记头脑爱想是无？啊想啊啊，是爱徛还是徛伤久讲，上早起床的问题？嘛是啊，啊是。那你要跟你上课吗？恁大家等一下。免嘛免对啊，哦，安尼偌好咧。免，阮三个免。啊，恁使哎呀，啊加油！好啦，加油啦！有摕到保障，心情较好是无？对。好啦，继续讲台语好唔好？好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